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2月24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咱们先看房企的消息碧桂园清盘申请已被香港高等法院驳回。根据高等法院于2026年2月16日作出的命令，针对碧桂园清盘申请已被驳回。根据公告内容，该公告依据香港证券及期货条例作出，碧桂园为于开曼群岛注册成立的有限公司，股份代码为2007。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这个申请人要对这个碧桂园进行破产清算，那这个就被驳回了。简单点说就是刀下留人破产清算的风险暂时解除。这个春节期间楼市可以说是不温不火，相关的报道也非常少。今天中指研究院它有个报道叫重点城市2026年春节期间楼市情况汇报。他说今年春节期间楼市整体呈现典型的假期模式，那就言下之意就是不咋地如果火热的话那一定会大吹特吹。重点描写受节假日返乡出游以及部分城市晚签暂停更新等因素影响，重点城市新房及二手房晚签成交量均处于季节性低位，用词还是相当克制的分城市看，上海在节前政策利好带动及房企维持较大促销力度下，新房晚签量较去年春节增幅较大，北京核心区优质项目保持较高热度，整体表现平稳。二线城市中，成都、苏州、宁波假期期间加大促销力度，改善型项目到访量提升，但冷热分化仍较明显。南宁、青岛低基数影响下周同比增幅较高。总之按照中指研究院的说法，这个春节楼市就是一塌糊涂应该这么理解就是没有任何亮色，没有什么值得拿出来吹的。给我的感觉好像这个小阳春来得快去得也快呢。这个中指研究院他也说他说开局关系全局，2026年是房地产止跌回稳的关键之年。其实我读到这儿的时候我就想哪一年不是房地产止跌回稳的关键之年呢？就像那个笑话吃5个饼，对吧？一个顾客说他要吃5个饼才能吃饱，有一天他突发奇想是吧？他前4个饼不吃，我就吃第5个饼，是不是也一样呢？随着市场进入两会时间，政策关注点短期聚焦控增量、去库存、优供给具体举措落地情况，中长期则关注“15五”规划纲要全文发布对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的总体定调。展望后市，随着假期因素逐步消退，核心城市楼市有望开启小阳春，温和复苏行情，假期积压需求有望逐步释放。按照中指研究院的说法，那就是咱们2026年第一波小阳春结束了，这个春节期间短暂的这个低迷了一下，后面有望再次进入小阳春，就这意思这个不排除这种可能因为这个5月之前都有可能。这个中国房地产报他刊登了一篇报道，是反映这个广州春节楼市火热，好不容易找到一篇报道这个春节的楼市的。他这么说的他说50家房企超140个楼盘齐发力，广州春节楼市火热，从保利天益、保利天耀等单个项目的新春热度到全城联动促销热潮，这个春节广州楼市呈现出较为活跃的态势。用词是非常克制就比较活跃，并没有说火热围绕迎新春、购新房、过暖冬主题，广州全市11区联动，包括保利、越秀、万科、中海、华润置地、中国铁建，也就是这都是央字头对吧？国字头的等50家房企，超过140个楼盘同步推出优惠活动，什么团购折、折上折等优惠形式丰富，100余套惊险特惠房源，限定一口价，不少楼盘成交可抽新春大额红包，赠送教育基金、旅游基金等福利不断，密集的促销动作叠加节日氛围，为各大暗场带来了持续人气。这个报道的最后说这个春节广州各大售楼部的灯光与人声交织，勾勒出一幅温暖而鲜活的城市置业图景。广州楼市也在理性与信心的交织中平稳开启新一年的发展篇章。反正看不到一点热闹火热的景象。中原研究发展部认为，2月受春节假期影响，广州楼市成交量预计阶段性回落，但新增供应与
开盘数量同步减少，去化周期预计保持稳定。随着天河区马场地块于2月26日出让，若纯成交价格理想，有望为即将到来的3月小阳春增加信心。这个也不能怪人家老说房地产不行唱空。现在连媒体想找房地产的亮点来吹一吹，似乎都找不到，你有什么办法？而听到更多的都是各个地方这个房子已经跌了多少，40%、50%、60%，光说各地房子的跌幅大家看个视频。青岛4年前能卖210万的房子，我给你看一下现在卖多少钱啊？那个房子我记得当时我还领客户去看过，当时给他谈说210万，客户人就要，这个业主就是卡着不卖，最后买了他楼上的邻居211万5成交的。然后我给你看一下他现在挂多少钱。你看这个房子是21年3月份的时候挂牌的，然后上传了照片，拍摄了 VR。当时我那个客户给他到210万了，他就不卖当时他就挂220，他就得卖215。然后最后客户买了其他的房子，你看他最后什么情况了，对吧？然后过了半年降了2万218万，然后又过了1年，23年初的时候又降2万，降到216万，然后又到23年的时候又降到了213万8，最后一直都是到24年的1月份，那个时候他一下狠心降到了185万，那个时候我又领了一个客户去看，当时给这个业主出价到180，他就是不卖就是不卖，然后又一直到了24年的5月份，他又自己落价落到了178万，又到24年慢慢的你看他一直降价，降到了24年7月份落到168万，这个时候他跟市场还是有一定的差距但是他始终迈不出去那一步，一直卡的怎么样，一直到了25年，你看一下今年9月份降了22万，降到了146万。现在房子是咱们贝壳的宾号房了，但是现在这个市场大家知道，很多客户都不着急买，于是又这么一直等到了11月份，现在报价139万，你想想这个业主降了多少钱？18年在哈尔滨群地花200万买的房子，现在还值多少钱呢？咱们听一听2020年5月份挂牌200万出售，钥匙呢还给我们留了一把，卖不出去。7月份呢直接降到了170万，当时有诚心客户给到了160万，但房主嫌价格太低了就不想卖了。到21年的3月份呢，房主报价150万，直接自己砍了，卖不出去呢，他意思就是说再接着出租，又搁置了半年，来到了22年的1月份，这个时候呢，业主说140万就可以卖了，结果客户给到了130，那130他还不卖，非得坚持140万，结果就到了23年的9月份，金九银十的时候来了，告诉我们说130万就能卖了，可客户最多就能给他120万，房子呢一直卖不掉。这个时候他又想出租了，直到24年的11月份，业主这个价格又下调了115万，没有客户出价，他又想出租了。我们就劝他说不要出租，因为看房不方便，你租给谁谁都不愿意让你看。结果不听，又给租出去了。这个时候就到25年的5月份了，业主这把调价真狠，拿大砍刀砍的自己，调到了110万，结果客户给到了108万，就差2万块钱。你说就差2万是吗？其实吧，不是差2万块钱，就是他觉得他这个房子呢很值钱，他就不信命，说不卖了。结果客户呢买了其他的房子，这个时候业主懵逼了，一拖再拖，拖到现在，业主直接联系我们说着急变现，说现在90万就能卖。我想说，我啥也不想说了。昨天咱们介绍了黄金贫困带，对吧？以燕郊为首的腰斩再腰斩。我在节目里面说了这个燕郊还不是最惨的，因为还有人关注对吧？还有很多人问呢。关键有很多地方那个房子它已经跌到没人问了，连业主自己都懒得问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心情叫哀莫大如心死。就很多人买了房子，那房子跌的他已经不管了，就扔那儿。当然了，这主要是没有贷款的如果有贷款的，那还是没办法，每月的提醒一回，你那儿还套房子，你还要付按揭贷款。如果你没有按揭贷款的，那很多人就忘了，那房子就忘了，不想提起。这个楼市该怎么救呢？我今天看到一个教授的文章那就是北师大的董帆，他提
提出了一个6个大招组合拳，称之为董事方案。他说我啊给出6个大招，但这6个招啊合为一套药方。也就是你不能一个一个的用，你6套这个组合拳，对吧？这个是一整套，对吧？你要来就来一套，同步推出，互相支撑助攻，效果才显著。绝对不可以再拆解开一招一式的尝试，再那样稀里哗啦、羞羞答答、扭扭捏捏的救市，在救市政策的边际效应趋于零的大背景下，这如同将几颗小石子儿扔进水里，根本激不起浪花。而我这套董事方案强调的是，必须把这些石子粘成一块大石头，然后再往水里扔，这样效果就不一样了。那有人就问了，那为什么不直接找几块大石头扔进去呢？你非要捡一些小石子把它粘到一起再扔，这不是舍近求远吗？对吧？摸石头过河摸习惯了，现在换个花样，摸石子过河。我们看看啊，他这个6大招是什么6大招啊？他第一招，重新确认房地产行业的支柱、主导和先导地位，通过这一招来救信心。他说这招啊是中医招数，是负责调理气血与体质的。救楼市第一步不是放钱，而是放话，不是刺激需求，而是稳定预期。要通过这个更高规格的文件去重新确认房地产的支柱、主导和先导产业地位，恢复市场主体信心。这一招啊，就相当于去 ICU 病房，对吧？去跳个大绳，完了跟这个病人说啊，没事了啊，你已经好了，起来吧，对吧？去晚上去 KTV， 不就这意思吗？也给他打气，说加油，对吧？你马上就能坐起来了，马上就好了。这招管用吗？不知道啊。总之啊，他的意思就是你给个好的预期啊，这房地产行业很重要。就是那如果这一招管用的话，那每个行业都可以来一遍嘛，对吧？今年是房地产行业是支柱产业，给个信心；明年是教育行业是支柱产业，来个信心；后年是医疗行业是支柱产业。医疗行业就火了，再过几年人工智能，再过几年又是新能源汽车，反正每年换一个，不也挺好的吗？因为这管用啊。实际上你说不说房地产行业它也很重要，这就不会因为你说它不重要它就不重要了，也不可能因为你说它重要它就真的重要，也就是它该是什么位置就是什么位置，人为的拔高它，人为的贬低它都不对。为什么就不能学一学这个成功的经验呢？就美西方人家是怎么宣传房地产的呢？这是怎么定位的？实事求是就完了嘛，你没有必要去刻意的，对吧？你去拔高它无非就是想让更多的人上当受骗，你要刻意的打压它，无非就是想让更多的人割肉，这都不对。他说第二招啊，暂停房地产建设用地供应3到5年，从源头切断，越等越便宜的逻辑。这个我就说，可以说这个教授啊，他根本不了解中国，这个董教授啊，这不是我说的啊，你这一招是不可能的。他说暂停房地产建设用地3到5年供应啊，这我理解啊，他的意思就是从供应端调控，需求这边你刺激不起来，那行，我减少供应，那供求关系不就发生改变了吗？那房子就稳住了。这是书都读多了就是这样的，看上去理论都是对的，但实际上是不可能。为什么呢？你要暂停房地产建设用地3年，不要说3年，就1年，你就暂停1年，那地方政府就崩了。那地方政府现在本来就发工资的够呛，对吧？这个咱们天天节目都聊，地方政府缺钱缺到什么程度啊？把泥巴都卖成金子的价格，你这个时候说不让他卖地，你这不疯了吗？也很多人说反正地也卖不掉，不让他卖就不让他卖呗。错了啊，卖不掉和不让卖这是2个概念。虽然市场上的地卖不掉，但是它可以刷单啊，只要你允许他卖，那地方政府可以把这地卖给国企，国企再把这地抵押给银行，钱套出来，对吧？这样是不是就可以发工资了？你说不让卖，你说1年不卖地，那他这刷单都刷不了了，那地方政府怎么活啊？所以我说这个很多专家教授这个出的主意，那真的是拍脑门捣乱。不要说3年5年不卖地，就1年不卖地，地方政府都扛不下去，工资怎么发，对吧？这教授说的理论是对的，但是你在中国你执行不下去啊，你还让不让人活啊？他说啊，在一个已经进入下行周期的市场里，继续供应建设用地，本质上是在向市场反复传递一个信号：未来供应只会更多，价格只会更低。可以说，继续供地是当前最容易被忽视，但杀伤力极强的政策误区。他这个完全不知道供地是什么状况。很多地方政府所谓的地卖掉了，那都是卖给国企，国企押给银行，他又没打算开发啊，他并没有真的开发成商品房卖。即便这个地方政府做到了不卖地3年5年，那真的能解决问题吗？你不看看这个人口出生率吗？
去年792万，这个就和那个地方政府收储，对吧？开发商不开发的地把它买回去，开发商开发的房子卖不掉把它收回去。为什么喊了3年，地方政府天天唱高调，天天喊口号，光打雷不下雨呢？只见楼梯响，不见人下楼，就因为你这个政策是反人性的。那理论上是对的，但有什么用呢？所以说你这不让卖地，你这掐的是地方政府的脖子。第3招啊，他说修改调控思路，允许房价合理上涨，这是修复信用的必要条件，而不是投机纵容。他这个说法就不对了啊！政府从来没说不让房价上涨，我到现在为止没见过啊，政府哪条文件说了不让房价涨，人家最多的说的就是叫房住不炒，就不要你炒，没说不让涨。那房价涨和跌那是市场选择嘛？那搞得好像这个房价下跌是调控导致的这个或者就是政府故意不让它涨，所以他这一条就完全是没有任何这个就是必要的，对吧？他说房价上涨的好处啊，允许房价合理上涨，不是给楼市打兴奋剂。上涨的好处呢，这个修复居民资产负债表，修复银行对房地产资产的信心，修复财政收支平衡，修复交易及合理的市场认知。你这好处没毛病啊，有这么多好处。问题是房价上涨了之后，那谁买嘛？都知道涨价好，那你把它涨上去啊，谁来买？他说的第4招，废除一线城市限购政策，允许购房入户，搞好控制人口与防止衰退之间的平衡。他这个说的啊没毛病。什么意思？就是说一线城市限购政策，然后你把它废除掉，然后你在一线城市买了房，你就能入户。我觉得这个也没毛病啊。也说白了啊，我倒是提倡这种户籍管理啊应该放开，就是你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内，你想在哪儿待就在哪儿待，你想成为哪儿人就哪儿人，对吧？你想去上海，你就在上海注册一下，你就是上海人。你想去北京，你跑到北京注册一下，你就是北京人，没毛病啊。这个方向是对的，但是你靠这个来救楼市，我这个就中间要打个问号了。你这玩意儿能救得了楼市吗？那你能救也顶多是救北京、上海这一线城市部分区域的楼市，它也可能会涨。但是它要涨的话，你对吧？全国的财富就那么多，有钱人跑到北京、上海去买，那他势必啊要把他2线城市的房子给割掉、处理掉、卖掉，那就变相的是一线城市在吸2线城市的血，这个又有多大的意义呢？他这个建议，我觉得对于户籍管理还有点用，但事实上这一条是至少5年之内是达不到的。真正有钱人啊，他去上海、去北京买房，他不受限购政策。这个不受限购政策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有别的办法，总之他有渠道能买，只有韭菜买不了。但是韭菜你要跑到北京、上海去买房，你这够呛啊！你也不在那上班，你跑到那就只能是投资啊！你跑到北京、上海投资合适吗？这风险大不大啊？第5招，明确宣布20年内不考虑征收住宅房产税，一次性针对不确定的精准清除。他这个就是说这个就是悬着的这个靴子，达摩克里斯之剑，对吧？你要给它稳住，你老悬在头上危险呢。就是你宣布20年之内不考虑征收房产税，其实这个没有用啊，没有用的。为什么呢？那言下之意就是第21年要收呗。那我现在去接盘是吗？你用这个限定时间的办法来征收不征收房产税，这个反而会造成一个恐慌现象。那么10年以后，对吧？离20年越近的时候，那个房子掉的就越厉害啊。你现在好不容易给它涨到1万1平米啊，就是稳住了，结果过了15年就开始掉到4000，再到第20年的时候就掉到2000。因为你要收房产税了，你这教授有没有考虑清楚这个？所以我觉得这个很奇怪啊，这个教授估计炒房炒糊涂了已经。对吧？这种截止效应啊，实际上是双刃剑啊。那对我一个炒房的来说，我就考虑，我在20年之前我必须把它卖掉，别20年了，对吧？人家19年就要卖，那还有18年要卖，还有17年要卖，对不对？那我就15年呢，我还得提前，是不是？先跑为敬嘛？你说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这个住宅房产税啊，到底什么时候推出呢？对吧？假如他要推的话啊，如果理论上认为应该推的话，那你应该跟这个收入挂钩。你说人均 GDP 对吧达到多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多少的时候，只要满足这2个条件，从那时候开始征税，你还说得过去，因为跟大家收入挂钩嘛，你收入涨了，到时候交一些税，这个都能说得过去。你跟时间挂钩，20年以后如果大家收入还在下降，完了之后还要交房产税，你这不是雪上加霜吗？实际上咱们一直就说啊，你离开了韭菜的收入聊房价，这都是耍流氓啊，完全不顾韭菜的这个实际支付情况。它第6招啊，允许按揭借款者5年内
只还利息不还本金，这是为现金流减压，而不是为债务开脱。他这个我倒是觉得可以啊。这个对刚需房的就一套房，哎，你说我点儿背，我正好2020年30岁了，要结婚要买房，你说我上车了没招，或者是对吧？2020年孩子要上学买了房，这个指刚需房啊，一套房的。如果他现在出现情况，这个债务的压力，失业还不了这个现金，应该给他5年的这种只还利息不还本金，是一种对这种刚需房的一种救济啊，我觉得这是可以的，没毛病。但是你要对炒房的人，那不是他不是风险自担吗？他买7套房8套房的这些人，你拿大头的钱救济他，理由是什么？他赚了钱他也不多交，对不对？赚了钱他也不交税，哎，他现在赔了钱，房价跌了，你就大头来救他，这是什么逻辑啊？他是炒房的，对吧？他风险自担嘛。所以说这种救赎啊，这种叫减轻压力，只能为那些只买1套房的刚需房的，他是被迫上车的这种，我觉得网开一面。但是这个对旧楼市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啊，不会因为你实行这个政策，你说啊以后你失业了，按揭贷款还不上，那允许你对吧？这个5年之内不用还本金还利息，给你5年的时间你去找工作，对吧？就这意思啊。哎，不会有人因为你出这个政策，我现在就买房。所以我说他这个对旧楼市啊也影响不大。当然对那些已经这个在6、7年前买房，现在挂在山顶上的这些牛马韭菜刚需房，对他们对吧有一定的这个缓解作用。他的文章说啊，董事方案不是要回到过去，而是要避免未来塌陷。但是我倒是觉得这个董事方案，那这简直就是顾头不顾腚呢，有啥用啊？没有一条方案说如何提高韭菜收入，对吧？没有一条方案指的说如何让这个分配更加均匀、更加合理啊，以这个合理的分配来弥补这个蛋糕的增长失速，更合理的分配，这不产生更大的效益吗？从这个角度提振信心，提高收入，提高经济运行的效率，对吧？这样形成一个正向循环，然后韭菜收入一提高了，他自然要去买房，那房子就稳住了。现在专家总是反其道而行之，就是先想把房子给稳住，房子稳住了之后，逼迫韭菜高位上车，是吧？韭菜去接盘，高位上车，背上30年的这个高额的房贷，完了之后，他认为这样经济就好了，经济一好，韭菜的收入就多了，它形成这么一个循环。但是专家他已经就是忽略或者叫无视这个房地产烈火喷油的这20年，那房价是呼呼的涨，但是韭菜的收入涨幅可没那么大，是为什么？如果把这个中间的这个根源不给它去掉，那你现在就是房子涨了，韭菜收入能涨吗？专家有这个自信吗？对吧？大家想象一下啊，2000年开始，韭菜的工资和房价同时开始涨，为什么房价涨了几十倍，而韭菜的工资也就涨个2倍、3倍、4倍，也顶多这样了。就如果说房价跟韭菜的这个收入涨的是同步的，那就没有什么泡沫。那你现在你就是房价全国的平均房价10万一平米，那也是合理的，因为大家收入也高啊，对吧？现在专家应该去把这个聚光灯手电筒要照向这个韭菜的收入。为什么这30年韭菜的收入涨得那么慢？这问题出在哪儿？你不把这个病根找到，把这个问题给解决掉，那你再呼喊房价涨起来，你又想害谁呢？对吧？又想扬一波既得利益者。房子70%的这个是流到政府口袋了，对吧？你买的房子1万一平米吗？那有7000是通过土地出让金，通过契税，通过印花税，通过各种增值税，是吧？绕来绕去是进政府口袋。真正的房子什么钢筋水泥的钱恐怕也只有30%，开发商就赚他一个10%，就这么一个水平啊。土地使用权卖的那么贵是为什么？如果这个钱拿去了，你用在提高民生，提高韭菜的保障，提高韭菜的就业，那也可以。但是这些钱对吧，多多少少很多都已经浪费掉了。这就是为什么韭菜的收入跟房价涨幅它不匹配的原因啊。房子涨得快，韭菜收入涨得慢，这不泡沫就出来了吗？所以说来说去这些专家的所谓的救市措施，就是把过去的错误再走一遍。最近网上有很多人天天炒通胀放水，好像这个印钱问题就能解决。如果印钱问题能解决，那伊朗还怎么会有内乱呢？狂印不就完了吗？伊朗人不会印刷是吗？这些专家教授还是要静下心来仔细的研究研究根本问题在哪，能说就说，不能说就算了，把嘴闭上，千万不要出这些馊主意误导。有很多不明真相的小白容易上当受骗。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